最近这几档来，70-80岁以上的高龄驾驶出车祸案件是大大来增加，过去5年来就来增加67%。公路总局为这个106年的7月开始来推行着高龄驾照的回收奖励，但是以台北市来讲，目前还有高达82%的长辈也未来换照，或者是交回着驾照。这市议员批评着市政府推行的效果有够歹。小货车车头全毁，驾驶座扭曲变形，一辆轿车迎面撞过来。两件严重车祸，赛车的人拢是70-80岁坐岁人，拢是超伤，或者是加油站，加在无弄死人，不过不是逐摆拢这么好运。男子因为伤重抢救后，还是宣告不治。年纪大了不要开车了，好不好？不管安怎好，命嘛是救袂回来。咱来看数据，65岁以上发生车祸的案件，为105年到109年一直变多，5年来增加67%。再来看85岁以上赛车发生车祸的事故，同款愈来愈多，5年来增加47%。高龄长者的噪音大概前3名就是变换车道不当，未注意车前状况，以及未依规定让车。有年会头壳敢会变钝，公路总局推动高龄驾照换发制度，超过75岁要继续摕驾照，爱先通过这关。请问今天是星期几呢？礼拜2。知影今仔日是当时你人伫倒位？我会把这个图片盖起来，我再问您记得多少。10月图会当赔出3奖，请您帮我标一下8点20分的。为指定时间通过人体功能测验，才能继续摕驾照。满分，恭喜您！家人会不会担心？都会怎么跟你说？少开车。骑车或者是赛车，对真侪阿公阿嬷真便利。不过要安怎兼顾着安全，主管机关得设有效的配套方案。慢慢开啊，慢开啊。